我这里这次来不及做这个 PowerPoint 了哈，那没关系，如果灯可以开的话哈，这个关掉一下就好了。好，这个关掉会背一下啊。好，谢谢前面的演讲者了哈，今天从花莲赶到这里还可以赶得上了哈。那我们谢谢前面的这些演讲者，也谈到一些原住民的问题了哈，特别是语言平等法这一个部分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现在目前这个语言平等法这个主权，那现在原住民这边是已经被认定是16个主权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原住民的这个语言法这个部分，虽然由原住民这边主导跟教育部这个主导，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到说，如果是语言政策这样的话哈，准是会灭亡的啦。按照这样的一个国家法的语言这个部分，我们谢谢协谦哈，这个朋友啦，包括我们的这个常政啊哈。之前都也谈到沿运的这些关系啦哈，虽然不是客家，也在客家也完全听懂你在讲的这个客家语啦哈，真的是谢谢了哈。我要在这边讲的时候，就是首先我要讲的就是说，语言可以就是在原住民的观点来说是一个生命跟身份证啊。你如果看原住民在抗争，就是30几年前的这样的一种的社会运动的时候，他们都在谈，就是说证明运动这个部分了哈。从证明运动和8不2会要有原民会的，要有原住民自己的这个部分，实际上是我们一直以为是只有证明，并不是只有证明。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语言会丧失语言。原住民的身份就没有了，身份证都没有了。作为台湾原住民第一个民族，或者说最先住在这边的原住民的整个语言文化权利都丧失了。那我大概就是分4点哈。那这个4点的时候是坦白讲，我是比较不会站在一种原民会的一个立场或者官方的立场来陈述我今天在讲的，就是谈台湾原住民族发展的这个经验。因为这个毕竟我觉得是，如果按照原民会这样下去的，或者说官方这样说，我前面已经讲过说，真的是原住民真的是语言会慢慢的，不是慢慢的会快速的灭亡了。所以我不要用这个国家制度这边去谈我们的这个经验的这个部分，我要用原住民在地的一种对语言的一个经验来跟大家来分享，而且是很有意思的哈。那第一个是我要讲的哈，我就是因为我是打雁的哈，我就先讲几句打雁话，也就是说，给拉本尼拿读给拉本尼拿读，就是语言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整个民间也至少说打雁哈，他在讲给拉本尼拿读啊，也就是说，语言就是我们的脊椎啊。当然是谈到脊椎，你们会想到就是说，最近有人在讲是说司法是无脊椎动物这个是跟那个完全都没有关系了哈。但是我们从小都被教育，母亲从小教育我们怎么在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中，常常听到就是说语言，特别是原住民的我们自己在讲的语言，说我们的母语这样的想法，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语言就是脊椎。那没有脊椎了，我们没办法站起来，躺在砖床上。对呢，如果我们的脊椎断掉还是怎么样的话，我们整个都瘫痪了。我可以用这个来形容整个我们国家的语言，无论是河洛维还是这一种的一个客家话其他原住民的语言坦白讲目前国家的政策是要把我们整个语言瘫痪下去了让这一个华语能够成为我们国家未来的一种
方向了。哦，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台湾大家一起要努力的。我谈到这边的时候，哈，当然是我们说早期啦，后国小啦，后一直到这个初中这个年代的话，大家都有很传统的经验啊，我们禁止被讲这个方言啦，哈啊。那我还记得啊，我是教会的人，教会的牧师，玉山神学院的话。我也当我是院长，专门培养原住民的传道人员了哈。在国小的时候，你们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好不容易可以用波波摩佛这种来拼音来发音，然后用波波摩佛来编我们的圣经，也编我们的圣诗，也编我们的教科本。可是怎么样？我们只学完毕了以后，突然有这5、6个警察进到教会来，干嘛？在做礼拜的时候停止礼拜，然后呢没收所有的圣经，我们主语的圣经啊，用波波摩，即使用这个波波摩佛发音啊，然后就没收这个部分。我亲眼目睹，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宋楚瑜。当这个新闻局局长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那些老一辈子，我看到那个老一辈子就是没收圣经，他把那个圣经，你知道他还会写那个圣经以前的原住民还会写的密密麻麻的打印字放在那个地方，被没收的蹲在那边哭在那个地方，那种的一个印象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可以讲，就是说，语言真的是我们的这一个身体的这个脊椎，语言没有了，不但不会走路，就躺在床上，需要人家的服务啊。如果我们的语言需要人家的服务的话，其实是华裔来服务我们，等着你死掉就算了。啊，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实的这个经验。那第二个就是从这个部分的时候，那我是学这一种的一个神学了哈，到过去这个部分，我发现我们从神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对语言学也是非常的深入了哈，他名字叫 Paul Tillich。啊，那大概神学，如果你念的话哈，政治神学、语言神学哈，他在讲，他说语言是什么呢？他在讲说，语言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基础。语言是文化发展的基础，没有语言，你所有的文化都没有了。所以，在过去50、60年当中，国民党。我不敢讲说外省人了哈，我们说新住民好了，给他很好的名称。他们不是省油的灯，从国家的教育、经费各种方面，他就是要从语言嘛。如果我们语言失去的话，台湾文化都没有，文化没有的话，你本身作为台湾人的那一种价值观都没有了，不是吗？所以语言。确实是一个文化发展的一个基础。然后我其实是实际上是在神学院叫系统神学，西方的神学，包括哲学，包括台湾原住民的这一些哲学，我很喜欢在讲这个系统神学。那有一个是系统神学，有一个他的名字 John McQuarrie， 他也对这个语言。说出什么？因为当初是我们说在实存主义、存在主义，大家都知道了哈，实存主义。他说，语言是走向实存的一个钥匙。哇，太好了！特别是在早期，我们大家都有生存嘛，我们有实存嘛，因为我们要生存下去的时候那一个语言呢，就是我们要生存的一个钥匙。你没有这个钥匙，所以你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哇，太好了！所以，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他确实把这个台湾的这个脊椎把它打断，让的文化没有办法发展。
也让你的实存没有办法下去。所以我们第三神学院在20几年前谈到这个语言政策的时候，随身自己谈出来呢。现在大概就是50、60岁了吧，应该是有40、50到50、60岁了。他们那个时候在讲说，我们的语言正通往加护病房。你看，20、30年前，的确呢，现在原住民的语言除了我们这个年代很会讲，要不是教会咯，可能我自己都不会讲。这个语言真的是通往加护病房。第二点这个就是脊椎的一个问题，语言就是脊椎的这些问题要瘫痪，全面瘫痪。第二点就是我还是用打印的话，就是真的是那个原住民的这一种的哲学思考背后很有台湾的智慧啦。他在讲是什么？我在讲第二点就是嘎混嘛哈木辛罗那雅雅。来自妈妈心脏的愤怒这个是有一点不太通是什么呢？地震他在讲是无怒，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原住民早就住在这个台湾的这个环境知道。台湾有台风，台湾有地震，台湾有下雪，哇！在这一次的你们不晓得，现在天气又两极化。过年我都没有去哪里，除了去日本回来，过年我就在花莲。你到初3、初4，好像初3、初4吧，应该是初3。花莲地带的那个可以说创始整个气候以来最热的一个天气，在东部40度，你看还有40度呢，哇，真的是很热。隔天又降到十几度了，非常的两极化。台湾的气候就是这样。可是原住民因为生在这个台湾，住在这个台湾，他们有对台湾整个的一个经验，特别是对语言，特别是对这个地震，大家都怕地震嘛。其实原住民很认命面对地震也不会害怕，面对台风也不会说，虽然是有很多八八水在这一边的时候，他还很认命。比如说台风，他怎么讲？台风是自然界的播种者，你知道吗？播种者，这是原住民的一种想法。台风它为什么他不要讨厌台风台风是可以把这个物种从这个地方吹到那边，让那边又有同样的物种所以自然界的播种者，哇，很有在不输给西方的哲学思考。可是我要用一个妈妈所讲的一个地震，她说是什么？地震是来自妈妈的咳嗽。土地是我们的母亲，对不对？土地我原住民一直是一直把土地是我们的母亲。他为什么有地震？他说因为这个地震部分的时候，因为有这个空气污染。然后突然有时候感冒了，突然咳嗽了，所以在震动嘛，对不对？地震是这样。对呢。台湾为什么地震越来越频繁？当然，地震就菲律宾的这个板块啦，还有台湾的这个板块对了。但是我们在讲的没有书以前的话，就妈妈在感冒，所以我要用这个部分的。感冒来自妈妈感冒的一个愤怒。为什么愤怒？我们的母语慢慢都没有了，要消失了，妈妈在哭泣了。所以谈到这个原住民的运动然后这一些的20年这个部分，长征有讲到这个部分。但是怎么样？我们教会可以说是为整个原住民台湾语言做了很大的对抗，虽然没有直接对抗日本，我们偏偏在教会要用台语讲道，偏偏在教会
我要用我们的这一个母语来讲道，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甚至于怎么样，我就是要用我母语的这一个讲道传道人，用这个来写我们的母语这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从这一边部分的时候，那个愤怒的话，原住民开始社会运动了，不但是社会运动，教会也愤怒了，然后就不管你禁止我们的方言，我们还是继续推动讲我们的母语啊，然后继续翻译我们的这个母语圣经，跟母语的这一个教材，跟圣诗啊，甚至于怎么样？我那个时代的，特别是我们就是40年代的那个时代的人，其实有60%以上不愿意去读书，你们知道吗？越读书越不会讲我们的话。他在讲说，越聪明的人越笨蛋，很奇怪呢。就是那个时候，所以很多人。可是我发现到，我虽然是读书了哈，其实是我坦白讲，是除了国小毕业，我没有读国民党的这些初中跟高中跟大学，我只是读教会的学校补习班，从神学院，然后到台南神学院念书，然后到读东南亚，到美国念书，说一路走来到今天，我可以说教育部的程度还是国小毕业，真的啊。可是怎么样？我可以在原住民当中是可以说是怎么样啊？比这一个拿到博士的原住民了哈还要更原住民嘛所以讲原住民的话，我可以讲得很易语，就我可以想象当时的人，很多人说要去读书的时候，那一个跟我这个同辈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去读书，是怎么样？他绝对的抗议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学你的语言？我们自己的语言要学好。就可以告诉大家，今天能够保留我们原住民语言的人，不是我这样的人，不是受过教育的这样的人，反而是拒绝，绝对是抗议到底不读书的这些人。去收集他们当时的这些智慧的，反正他们很有原住民的智慧，是绝对的跟当时的这个政府抗议了。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以前的人被称为文盲。按照国家的教育，国民党的教育，这个叫做70%以上都是文盲。可是对我们原住民来说，他不是文盲。他就是聪明人，利用圣经话所讲的一句话上帝用人的愚拙来达成上帝的智慧，哇，多么漂亮的一句话。这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除了这个部分，当然了原民会就是我们这样的来抗议出来的。然后包括这一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母语的推动等等，在教学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原住民除了这个在抗议的这个部分，我来自母亲的这一个愤怒除了抗议以外，我们就把这个抗议的声音转向国际化，特别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借着原宣进入联合国，来抗议国家如何打压原住民的语言、原住民的生存权。然后刚好因为我在读书嘛，然后就推动联合国权利宣言。那我就是在长老教会的总会这个地方，到加拿大的我们叫 Inuit People 的一个地方，就是最北边的联合国在那边召集世界所有原住民，在那边来制定一个我们所谓的联合国原住民的权利宣言，在那个推动那个部分时候，我带一个人，那个也是卢开祖的，我们2个人
在那边推动说我们要推动什么？其实我们在那里讲的是说，要用这个宣言这个部分，一定要认定原住民是怎么样，原来国家语言基础发展的最基础的语言嘛。所以最后我们的联合国的宣言就是为什么要保障原住民的语言，原因就是在这里。大家已经讨论这个语言一定要我们国家我说我们在那边发言就是我们国家都这些人都没有能力要去阻挡、去毁灭、瘫痪我们的语言了。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国际的组织，这一个世界的原住民的这个权利宣言这个部分，把它成为一个国际压力？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都已经通过了，所以你不要看看，我们虽然少数在推动转型正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存，我们的政策，甚至我们的这一个台湾的政治前途这一个部分的时候，其实不要看母亲的声音虽然是微弱，虽然是那么弱小，声音那么小，可是那个声音足以让台湾语言政策地震下去了，可以去震撼整个台湾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部分的时候，真的很高兴，我们大家一起来推动未来国家的这个正确的这个语言法了这个部分了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讲的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在原住民的社会经验都在大学也有教这个母语啦也谈到大学的话，施正峰教授也在这里了其实是东华大学的语言从开始一直到今天，推动这一个原民院教学，一直到今天是从开始到现在只有剩下几个人，我一个人，然后没有。所以刚才讲的对，雪谦讲的没有错。如果是按照那一个过去的话，一个钟头多少？150块，对不对？我还要去教东华大学干嘛？如果没有那个热情，雪谦讲的真的是没有。我他们我也在国北市这边教这个乡土语言我一直在介绍这个我们北部这一边，然后再介绍一些人，因为他们说还是要有这一个真正的这一个被认定的。我说不要说一定被认定，那么多的人，最后没有办法，我还是怎么样，星期还是要来。我说你放在星期一吧，我顺便来看孙女在北部这边，然后星期一交回去，我就到花莲。是一股热忱那个热忱就是台湾意识，台湾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意识。所以这个部分第4点这个部分的话我还是用台语的话来把它讲Kemayan ta daga makiano make， 什么意思？因为在教这个语言的时候，老人我很习惯很喜欢是拿这个老人的一个对我们整个的一个有启发的东西干嘛要说那个马给给的了？我们在认真的教这个，我们在教会也在认真的讲，老人讲这一句话就突然怎么样？对你他讲的一句话。他说：“语言说了就会火了，对不对？你语言说了就会，你不管是怎么教了，他只要是讲出来了，说出来，这个语言就会火了。哇，那么漂亮！所以我们真的是我面对我们的耆老真的我很感谢，他给我很多的一个启发。”还好是从国小一直到现在，我们所受国民党的这个教育了所以思想还是很清流的。
所以在推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真的是大家一起努力了。足以教学，刚才有谈到说20个幼稚园，其实是已经到30个在教这个地方的幼，可是这样不好。我最大的一个想法，未来的一个原住民语言能够被保障下去。常正也讲，一定要有原住民的自治，不是在学校在上课，是怎么样？生活上就学出来了，他像一般的有在森林学校那样，教他们怎么去打猎，怎么钓飞鼠，但是不要钓那个什么保育动物，不然的话常常会发生问题了。教这一些的生活了，我们现在很多耆老的都在乡下。其实这个老的可以照顾这个孩子怎么生活，怎么煮饭啊，怎么这个起居，怎么做这一些的一个工作。其实语言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是我们自己对未来的自治这一个部分那原住民的语言这个区块，小英也在讲，就是说部落的语言要加强，那是对了，不是学校的语言教学要加强，部落的语言要加强。谁要去传承，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耆老要去努力。然后再就最后2分的话，时间都到了那个，我觉得是说，在谈到未来原住民的语言这个部分包括大家你没有发现到我们在学校教的语言都是讲过去的语言，可是我们的生活现在呢，有新的词汇了嘛？这个就是像我们原住民的挑战啊。比如说过去原住民没有看到飞机，那你飞机要用什么词汇？或者说我们现在说哪里过去有这电脑，你是不是要用那个外来的语言用电脑？我们就是早就已经就是像这样新的词汇的话我们叫做哈莱那杜努叫做的那个铁丝铁的头脑的铁丝，我们叫哈莱那杜努。我们没有讲过电脑呢，因为有很多的这个传输嘛，那个哈莱那个，我们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部分是还要努力。然后这个当然词典出版这个部分我们一山神学最近有一个老师退休的老师叫吴明义牧师，有没有？哇，他写阿美族的字典，就这样厚厚的一个字典，无论是各地方的语言都编入到那个地方。他又会讲日语，又会讲那个英文，甚至那个也有英文的一些呈现在这个部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最后我要讲说有一次。我在这个3年前，我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议长，所以代表总会议长到澳洲的这个阿德兰大的这地方去开会。一开会之后，我跟师母去，突然他是有这个来自中国的这个3个人看到我师母，然后我师母就他进到这个饭店，他说。会讲中文呢，他会讲华语呢，这样然后就问他说，你是哪里来？他是新加坡吗？我说不是，我是来自台湾他马上讲了，他马上讲的，当然是一个是应该是他们的官方代表，还有2个是教会界所谓的这一个教会界的政府的一个教会就马上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吗？是，然后他就在骂了，现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脑筋有问题啊，特别是这个我们是安珠藏，就是安珠藏就是张德谦嘛，我们总干事嘛，他是总会议长叫做什么布兴大力，他那个布兴大力真的混蛋啊！为什么他在讲的说还要主张什么？台湾独立，他是这样讲所以一直在骂说真的那个不兴大力混蛋
啊，还有一个他可能从书上又在骂说，还有一个学者在神学院教书的叫高万金，啊，他的书也充满这个台湾独立思想这样。我说这两个都是笨蛋呐，啊，然后你知道那普辛大利是谁吗？啊，高万金是谁吗？这两个。这就是我的名字，以前还没有证明我叫高万金。然后我最后就告诉他说，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啊，哪里？无论是国土啦，还有包括这个政治跟各个方面，只是不过的一个从你们那边来主张统一中国，或是或说一国论祖国这个想法。我们原住民从来没有想，我们本来就是台湾原住民，台湾的就是台湾，对，所以台湾我就跟他讲，台湾要独立，结果他们就马上反走，他们就上前。所以面对国际外交你碰到这一些中国人你只要讲台湾独立他们把台湾独立当作是怎么样很忌讳听到，他们马上跑掉所以这是大家一起努力。那我意思就是说，台湾的语言要正确发展，真的要朝向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语言才能够我们的这一个身体的骨头才会正确的一个什么健健康康的台湾人。好，谢谢大家。好。多谢演讲者，咱这期的议程到这结束。